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， 好開心大家繼續追睇我嘅頻道。今次咧，我介紹一間屋咧，佢係位於喺西貢後花園北潭涌裏邊咧，非常之獨特嘅獨立屋，而且佢係全新嘅，同埋嚟講咧，屋主嚟講咧，係連同一個著名嘅建築師、設計師咧一齊去打造咧呢一間咁漂亮嘅獨立屋。入到嚟呢一個屋裏邊咧，地下呢一層你可以見到咧，整間屋佢個設計咧係採光度非常之足夠嘅。大家可以睇到佢全部都落地玻璃啦。呢一張台都係一個功能性嘅，我哋打開咗咧就係一個 slope 架台嚟嘅，可以打 slope 架嘅。而佢亦都可以有令到佢咧可以係降低個尺寸咧，做一個飯台添。呢個係真火嘅暖爐嚟㗎。大家而家個地下其實就係一個電熱嘅地下嘅，當你需要嘅時候，好似喺冬天你覺得凍嘅時候，你只要撳個掣咧，整個就有一個地熱嘅效果啦。咁你可以見到咧，佢一個嘅不鏽鋼嘅樓梯。咁而呢一層嚟講咧，有一個開放式特大嘅廚房啦，呢一個嘅中島吧台啦。你見到咧，所有嘅用料都係全新，同埋係 Mila 嘅名牌嘅，有晒咖啡機啦，呢一個成組嘅酒櫃，雙門打開嘅書櫃啦，一個焗爐、微波爐、洗碗碟機，咁而佢洗衣乾衣機咧就擺咗去天台嗰度嘅，佢亦都有一個洗手間啦，同埋一個儲物室咧就喺呢個地下層。呢一個好特別嘅係整間屋，無論喺佢個花園、間屋嘅四周、天台都好咧，呢一個嘅警報保安系統啦，因為呢一個系統嚟講咧，如果當嗰個嘅天台有一個叫如果大雨佢個浸水有一個情況，或者係有間屋俾人哋入咗嚟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自動咧 detect 咗之後咧，就去到保安公司嘅。咁保安公司嚟講咧，就會當然佢哋會打俾業主啦。咁如果揾唔到嘅時候咧，就係可以去直接去警局添㗎，所以咧安全度非常之高。每一個區域咧，屋主嚟講咧都細心咧將佢分開咧，將一啲咁嘅科技嘅元素、智能嘅元素去進入去喺佢每一個區域裏邊。And you can so all of this you can control here, or you can also。嗱，呢條全屋嚟講咧，一共有6個區域咧係可以有獨立嘅音響系統嘅，你可以唔同嘅區域嚟講播唔同嘅歌啦，又或者係同一首歌都得，因為佢全屋係每一個角落都係重新起過，咁所以佢個司令係比一般咧係高嘅。上到呢個主人房嘅層，首先我講一講我哋叫睡房嘅地方先。咁但係咧呢一邊咧就有一個工作間，而呢個工作間個台咧係可以升降嘅。佢呢一邊咧就係一個浴室嘅地方啦。一個開放式嘅貝殼型嘅浴缸，咁呢度有按摩浴缸啦，同埋一個咧係正規正宗嘅，同埋一個名牌嘅 spa room 又要可以咧中意欣賞大自然嘅時候就撳一撳個掣，咁你就可以望到出邊一啲大自然嘅景觀啦。裏邊咧有一個嘅主人房咧，就一個好大嘅衣帽間啦，同埋呢一度咧，除咗係浸浴之外，亦都有 shower 嘅。嗱，上到嚟第二層啦，咁其實整間屋嚟講咧，佢用嘅咧都係一啲嘅歐式意大利嘅用料嘅。咁而呢一個嘅家庭廳咧，其實如果當你有嘉賓過嚟住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將呢一度咧，又係咧一個趟門咧就閂咗佢。跟住呢一度，你以為睇電視啊？其實佢有一個多功能嘅，喺呢度咧可以將佢咧拉落嚟咧，就變咗一張床㗎啦，已經係。好啦，大家睇完咧呢一間咁漂亮、全新裝修完之後咧係未有人住過嘅獨立屋㗎。咁所以咧大家有興趣嘅咧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啦。咁簡單總結啦，整間屋咧2100尺啦，連有700尺嘅天台。咁大家見到呢個花園好大，因為佢呢間係屬於大單邊啦，佢嘅出入嚟講都非常之方便㗎。而屋主佢喺嗰個牆身咧有晒防盜之餘咧，佢做咗好多 JBL 嘅喇叭啦，可以將呢啲落地嘅玻璃窗咧褪開晒之後咧，喺呢一個花園就做一個 party 係嘛。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。
去欣賞下呢一間咧位於喺西貢香港後花園北潭涌嘅獨立屋啦。咁我哋喺西貢區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。咁啊3間嘅分行分別就係我哋西沙路分行咧，即係鄰近高柏，跟住西貢市中心分行，同埋咧呢一個清水灣澳龍分行。咁我哋咧好着力咧去幫大家咧揾一啲咧超筍嘅單位又有，或者好似而家呢啲做新嘅富有品味嘅獨立屋嘅別墅或者係村屋嘅，亦都會有。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，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同事咧，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。電話就喺呢度噶啦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啊！